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南大湾的武良宫。中原普渡是真大心，今日民众无用他准备祭品，是提供普渡的礼盒，互民众来选买。拜了后，搁来做爱心，把这礼盒分送给永康的低收入户甲弱势团体。台南永康大湾凌霄宝殿武良宫莫举行中原普渡，今年进度有增加到300几度。庙方表示讲，现代人较无闲，有特别提供普渡礼盒。通好因选定，有的人无闲嘛，就主要来咱庙方定制。这普渡礼盒、普渡刷会关乎永康区低收入户甲弱势团体。这个永康区啊，重低收入户，人社会吼这个弱势团体。大湾凌霄宝殿武良宫讲，当年拢会伫农历7月23进行中原普渡，除了款待好兄弟以外，贵将这个祭品关乎弱势团体，功德是名扬两利，祝大家拢平安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，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